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 Wong，歡迎大家再一次嚟到我嘅 channel。如果大家喺 System Village 附近揾緊一個空間夠大、有足夠車位、生活便利嘅單位，咁呢一個 townhouse 單位好可能好適合你。大家記得睇到最後啦，跟我嚟啊！歡迎大家嚟到 Unit 15-10222 Number One Road。呢一個 Duplex style 嘅 townhouse 擁有超過1550尺嘅室內面積，提供3房3廁設計，感覺更加似住響一間半獨立屋，而唔係一般嘅 townhouse。業主響2019年做咗一個大規模嘅翻新，無論地板、廚房、浴室及室內裝修都經過精心嘅提升，買家可以即買即住，慳返唔少時間同埋成本。除此之外，地點亦係呢一個單位好大嘅優勢。屋苑鄰近人氣極高嘅 System Village， 星期六日想去散下步、飲咖啡或者食啲小食，感受一下海邊嘅風情，幾分鐘車程就可以到達。而生活日常便利更加方便，鄰近 Safeway 超市、Shoppers Drug Mart 多間銀行、餐廳、日常生活所需嘅商店。基本上買餸、睇醫生、食飯一應俱全，唔需要揸車。而講到呢一個單位最吸引嘅地方，就一定係佢擁有超罕有嘅停車配置。一般嘅 townhouse 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有2個車位已經非常難得。而呢一個單位係有4個車位嘅，除咗佢2個基德嘅 parking 之外，仲有2個專屬嘅 carport。如果屋企人多、車多，或者各自揸車嘅話，呢一個配置我覺得係非常難得。對愛車人士嚟講，可以話夢寐以求。如果大家揾緊一個適合一家大細居住、生活便利、環境優美嘅單位 ，Unit 15-10222。十分適合你，我係 Ken Wong from KSK 團隊，歡迎大家隨時同我預約睇屋啦，拜拜。